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哋今日為大家分析一下互聯網嗰個搜尋趨勢，同時大家是否希望把自己嘅廣告、產品信息喺全球最大嘅搜尋器 Google 首頁展示出嚟？喺呢度大家可以得到一個答案。YouTube 搜尋查看嘅有130萬， Google 有200多萬，兩個加埋有300幾萬。我哋再睇一睇互聯網每1分鐘產生嘅變化，發生咩事？ Google 200多萬嘅搜尋， YouTube 上傳72個小時視頻，我哋要3日不眠不休先可以睇完1分鐘嘅視頻。域名每1分鐘增加70個，每1分鐘增加500多個網站。郵件服務器發出2億多個郵件。Google 全球排位第1， YouTube 全球排位第3。我哋試一個關鍵詞 Mobile Pandemic Kit。關聯嘅頁面有2億，我哋為我哋嘅客戶攞咗5個，攞咗6個。喺10個排位裏邊，我哋首頁我哋佔咗6個，係自然排位。我哋講緊呢啲全部都係自然排位，係唔需要俾1分錢 Google 嘅。我哋再睇一睇喺 Google 視頻嘅頁面 Video， 喺呢度大家可以睇到一啲好唔同嘅變化。頂頭嘅競價廣告，右手邊嘅競價廣告，兩邊加埋有11個。喺傳統嘅網頁頁面基本上冇廣告。喺呢度大家可以睇到廣告主嘅投放廣告已經改變，佢係轉向咗視頻搜尋頁面去投放廣告。雖然裏邊帶嚟嘅信息唔係太大量，但係話一般人客依家去搜尋去揾一個產品或者揾一個服務，佢係希望得到一啲多啲嘅信息。如果我哋從文字幾個圖片或者再要去訪問一個頁面，再喺嗰個頁面裏面再找信息，可能係比較麻煩。所以今日好大部分嘅推廣已經轉向嗰個視頻推廣，將佢哋個產品或者服務用視頻用多媒體去展示俾佢啲客人。所以喺呢個過程裏邊，喺傳統個頁面視頻都帶到出嚟，帶出嚟嘅相關連接係從 YouTube 裏邊帶過嚟。喺呢度就證明咗一樣嘢，第3排位嘅 YouTube， 全球排位第3個 YouTube， 經過 Google 將佢優化之後，同第1冇乜分別。喺搜尋者嗰個習慣，當佢見到一個視頻信息同一個文字連接，你估下搜尋者會點擊邊一個連接？就等同我哋每一日上班坐地鐵，喺個地鐵車廂裏邊，大部分乘客喺現今嘅時代同喺舊年佢哋坐喺個車上所睇嘅嘢係好唔一樣。舊年我相信仲有好大部分朋友仲揸住份免費報紙慢慢去睇。喺今日大部分嘅乘客都係揸住部手機耷低頭慢慢去瀏覽一啲嘢，去搜尋一啲佢相關嘅信息，或者係睇一啲佢相關嘅新聞。所以我哋從今年開始，我哋要改變，我哋把我哋個廣告推廣轉向用視頻。因為 YouTube 俾我哋個空間好大，我哋喺 YouTube 裏邊確實完全冇屏蔽冇障礙，我哋好好利用佢 YouTube 俾我哋個空間，將我哋個聯繫信息、網站內容擺喺我哋相關嘅視頻裏邊，讓佢清清楚楚展示俾我哋客人睇。但係大家要記住一樣嘢， YouTube 佢係冇義務為大家帶嚟流量，我哋需要花時間用我哋傳統嘅模式發郵件通知我哋海外客戶，講俾佢聽我哋喺 YouTube 已經有個頻道，咁樣喺個過程裏邊就產生不同嘅訪問，就令到你嘅視頻嗰個觀賞慢慢分享出去，從而鞏固你喺 YouTube 裏邊嘅位置。嚟緊5月20號係下個月嘅5月20號，我哋喺香港工業總會舉辦一場分享會，時間係下晝3點至5點，喺九龍長沙灣長裕街
8號益京廣場31樓香港工業總會會議室。如果大家對呢方面有興趣，大家不妨下載個表格報名申請參加，座位有限。另外，值得關注嘅喺國內用手機上網嘅人個數量係數以億計，用智能手機上網嘅朋友亦係數以億計。如果大家需要有個產品咧面向國內市場，我哋為大家推薦 Further Channel 呢個平台，佢係唯一一個可以進入國內視頻空間嘅平台。我哋保證承諾喺你哋嘅視頻播出之前唔會加插廣告去干擾。同時我哋已經係有手機上網版本，大部分朋友可以用佢智能手機直接可以觀賞我哋視頻，無需要下載 Apps， 呢個係我哋嘅優勢。多謝大家。